大家好，唔知各位咧有冇飲過一種黑掹掹嘅茶，叫做綠寶茶。綠寶茶係嚟自廣西呢個地方。其實好早期咧，香港啦以及東南亞等地嘅朋友咧，都已經飲緊綠寶茶黑茶嘅喎。綠寶茶咧具有消滯暖胃嘅功用。上年咧我就特別去咗廣西呢個地方去參觀佢哋咧點樣去做綠寶茶。如果市面咧你見到綠寶茶，通常見到嘅年份咧都係3-4年前嘅茶。一般咧綠寶茶製作完之後咧，都會放喺地窖、木窖裏邊，放喺一啲窖藏，令到茶葉再進一步催化，之後先至攞出嚟市場上售賣嘅喎。我去到廣西嘅時候咧，原來家家戶戶都有收藏綠寶茶嘅風氣，而且咧佢哋每一個人都非常之欣賞綠寶茶。我去到咁多唔同嘅茶區咧，發現對自己家鄉茶最鍾情嘅人就係廣西人啦。而我哋香港咧，其實可能我哋細個不知不覺都飲咗綠寶茶嘅喎。譬如一啲叫感冒茶、盒仔茶，裏邊咧都有一啲黑茶嘅成分，有機會就有綠寶茶喺入邊啦。綠寶茶屬於黑茶，因為主要生產於廣西蒼梧縣綠寶鄉而得名。綠寶茶外形呈條狀，條索緊結，色澤咧黑褐光潤，湯色亦都好紅濃，帶有陳醇嘅香味，滋味甘醇。綠寶茶咧主要分為2種唔同嘅香型，一種咧就係帶有檳榔香，亦都有一種咧就帶有陳香為主嘅喎。綠寶茶咧已經有200幾年嘅生產歷史，喺民間咧亦都有人將儲存多年嘅綠寶茶用嚟治療痢疾以及咧解毒咁嘅用途嘅喎。綠寶茶以塘坪村黑石茶山出產嘅茶葉最為著名啦。綠寶茶係一個瑤族同埋漢族和綠共處嘅聚居地，因為所處位置偏僻啦，交通閉塞，自古以嚟民風淳樸，亦都好似一個世外桃源一樣。傳說咧，天上嘅玉皇大帝好想了解民間嘅風情，於是咧就命王母娘娘帶住一啲仙女一齊下凡了解啦。王母娘娘同幾位仙女咧去到黑石山，佢又攰又頸渴，睇到咧唔係好遠嘅地方，黑石山下邊有一個流淌住清澈嘅泉水，大家飲咗之後覺得特別清甜滋潤，遠途嘅勞累亦都一掃而空。後嚟佢哋發現咧，黑石山嘅地方嘅居民非常之貧窮，因為當地咧山多田少，佢哋所種植出嚟嘅稻米咧都唔夠自己鄉民自己食喎，仲要攞一部分嘅米去到山外換翻啲食鹽翻嚟。王母娘娘諗到呢一度啲百姓食唔飽着唔暖，佢就諗啦，如果能夠喺山上種啲茶葉，佢哋咪可以補貼啲生活咯。於是佢哋咧就留低一啲茶籽，叫當地嘅人民咧喺山上面種茶樹，等到茶樹成長之後，就採製茶葉落嚟，製成茶品賣俾山下嘅居民，可以賺取一啲生活費，以及咧換取食糧同埋食鹽添。百姓咧心懷感激，將呢一啲茶咧散播喺山上邊，慢慢咁樣成個黑石山咧都變成咗茶園啦。呢一度嘅茶樹咧漸漸擴展到咧成個蒼梧地方。蒼梧嘅百姓咧，一代一代咁樣去培植呢一啲茶樹，亦都悉心採摘茶葉，製作成綠寶茶茶品。好多茶嘅故事背後都流傳住一啲中國嘅傳說，涉及到一啲神仙啦，以及咧上天俾人類嘅祝福。綠寶茶咧其實都係一個好特別嘅茶，但係好多時候咧，我哋容易將綠寶茶同埋普洱熟茶撈亂咗。大家想仔細咧了解一下2種茶嘅唔同特色，有機會咧喺實體堂或者嚟到我哋茶室可以仔細比較同埋品嚐一下咯喎。